戊土日主今日能量到咗啦，祝你順順利利，身體健康，一步一步穩陣行。今日正官星旺，適應處理公事，同人傾偈協調，適合穩守，唔好太衝動。今日流日干支係癸卯，對戊土日主嘅你來講，財官雙生嘅氣場好足，癸水係正財，卯木係正官，返工同處理錢銀都會更加有條理、有規律。就算大運己丑，劫財帶嚟競爭壓力，今日官星都可以幫你壓得住，令你喺競爭入面保持優勢。唔好大規模動土、裝修，唔同人嗌交、爭執，更加唔好捲入官司訴訟，唔好盲目跟風做高風險投資。幾樣要注意，今日逢癸唔好同人拗撬、打官司，盡量避免法律糾紛同衝突，注意保護呼吸道，同埋小心手腳撞到、整損。受大運劫財影響，錢銀往來要多次核對，避免細節出錯。心平氣和，乜事都順，真心待人，貴人自然出現。穩陣行先，可以行得遠。想知自己今日運程點，就上知命平台啦。